总帅这边的拆除方式怎么来？我们现在的拆除方式原则他会先把周边那些零碎当初挤压下来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碎块先做一个清理，让这个机具动线比较能够顺畅。那接着大概原则会从上往下拆，待会大概会把人员先上去看一下顶楼的状况，以后把机具吊上去，会用吊车的方式，原则上从上往下拆。那但是我们这样拆除的过程当中，因为一方面还有一些要配合他们可能建物的所有权人，他们还有一些东西要拿，那都会做配合。那我们现场呢有这个台湾省技师工会的技师来协助指导，如果说遇到这个涉及到看是不是有结构的部分要拆除的，他会跟他们施工人员提醒，就是说看哪些地方先要注意到安全，不要去拆到结构的梁柱。那可能先从这个砖墙的部分先打除，那这个部分都有技师在场。那另外这个有一些部分要配合这个地检署这边来做搜证的部分，这个我们也都有地检署的人员在现场，都会配合他们来处理。那拆除作业预计要进行多久？我们希望是越快越好了，大概预计在1个礼拜以内我们就要把它拆除了。那是我们预估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说赶快就把它处理掉。